为着要防止诈骗集团利用政府的身份去诈骗司法部公布上新的对策，除了会用111这个号码来假感信，未来各会伫感信的内容来显示民众手机落尾的3个号码，加发感信的机关的名，网购能透过这个资料，互民众分辨讲敢是诈骗。 为着要预防诈骗集团假造政府的名机来发送感信，司法部伫2023年推出来111感信平台，政府机关统一由111这个号码来发送感信。根据司法部的统计，自平台使用到今，已经累积超过500个政府机关使用，拢总发送6000万通的感信给民众。一些公营事业也都有发送这个111的简讯譬如说像水电的缴费通知啊补税通知。 罚款缴纳、国民年金等等这一些，我们为什么先从政府的111简讯开始做呢？因为如果我们一般民众收到一个好像是政府来的一个简讯的话，通常我们比较容易受骗嘛。那民间企业的话这个我们会想办法用别的方法去把这些漏洞堵住。 不过目前也拄到一个挑战，就是111感信平台去互诈骗集团破解啊。目前诈骗集团上新的手法，就是伫咧车顶家己装一个非法的2G 基地台，然后找网络无好的偏僻地区，干扰4G、5G 的信号，成功假造政府发送111的感信来欺骗老百姓。 比较偏远收不到4G 讯号的地方，或者是说他在可能收到4G 讯号的地方，他就用一些讯号来干扰民众的手机收不到这些4G 的讯号，然后这个民众的手机收不到之后，他就会自己降频去收2G 的讯号。针对诈骗集团的新手法，司法部也想出来一个新的对策，除了像较早用111平台发送以外，搁伫咧每一个感信头前显示民众手机后面的3个号码，这是2G 网络做袂到的技术。司法部希望利用双重认证的设计打击诈骗，守护民众的资讯安全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